大家好，我是塔吉克斯坦民族大学亚欧语言系本土汉语教师阿什罗达胡塞尼。今天呢，我想给大家讲汉语的拼音。我们一起看什么是汉语的拼音呢？汉语的拼音就是汉字的读音，包括韵母，还有声母。好，我们先来一起看，第一个就是汉语的韵母，包括什么呢？比如说第一个啊、o、i、u、u，这就是汉语的韵母。那现在我们这6个韵母是单音节韵母，拼音还有其他一些双音节的韵母，比如说 ao， 就是2个单音节的韵母放在一起，比如说 a 和 o， ao， a 和 a， i。下面是拼音的声母，我们来一起看，第一个是什么呢？ b、p、m、f、d、t、n、l、g、k、h、g、q、x，这些声母呢，也都是单音节。汉语里还有一些其他双音节的声母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一起看拼音的声调。拼音的声调包括4个声调，第一个是第一声是平平的，然后第二个呢，第2声从下面往上走，第3个呢叫第3声从上面往下来，然后往上走，第4个呢叫第4声从上面往下来。现在呢，我们就用声调来读汉语的韵母，一起来练习吧。第一个，我们用第一声啊，第2呢，第2声啊，第3呢，第3声从上面往下，然后往上走啊，第4个呢就是4声往下走啊。比如说你好，你好，你好就是在塔吉克语沙龙，你是第2声往上走，你好呢第3声好。好，我们的第2个韵母是 o， 我们一起来练习吧。第一个 o， 第2声 o， 第3声 o， 第4声呢 o。 比如说火锅，火锅，第1个声调是第3声火，第2个声调是1声锅，火锅。在塔吉克语意思就是这是一个中国人最有名的一个传统菜，叫火锅。第3个声调是好，第1个我们用1声第2呢往上走第3呢从上面往下再往上走第4呢从上面往下比如说可乐，可乐，可，第1个声调是第3声，第2个声调是第4声，可乐，在台语叫可乐。好，第4个声调是一，我们一起来练习吧。第1个一，第2个一，第3个一，第4个一。好，我们现在一起看这个字怎么读。会议，会议。好，2个都是4声，2个都是4声。会
议，会议。好，在塔吉克语意思是 majlis。第五个声调，第五个韵母就是乌，我们一起来看，第一个乌，五，五，五。第一个声调就是乌，第二个声调五，第三个五，第四个呢？第四声五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地图，地图，地四声，图二声，地图，地图的意思就是在塔吉克语是哈里塔。第六个声调，第六个韵母是 ü。好，我们用声调来读 ü， 雨，雨，雨，再读一遍 ü， 雨，雨，雨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看这个词怎么读呢？法律，第三声和第四声，法律。好，大家要注意的是呢，就是汉语的韵母，包括这六个，有一定的顺序，我们要记住。比如说，为什么第一个啊，第二个哦，第三个第四个一，第五个乌，第六个吁？因为我们学汉字的时候就会知道，声调会放在第一个韵母。比如说你好这个词，好有两个韵母，一个是啊，第二个是哦。那现在有个问题呢，这个声调为什么没有放在哦上呢？就是因为在韵母的顺序啊是第一，所以声调放了在啊上面，这个很重要。你好，或者我们看火锅，你看有乌有哦，为什么这个声调没有放在乌上呢？我们看这个韵母的顺序，第二个是哦，第五个才是乌，所以我们这个声调就放了在哦上，火锅。然后呢，关于汉字我还想补充一下，比如说汉字怎么造成的？汉字就包括拼音、声调，然后有些汉字它可能是只有韵母，只有一个韵母，比如说古算是单，或者也可以是一个声母和一个韵母在一起，但是汉字不能是单独的声母。汉字可以没有声调，但是不能只是汉字的这个声母。好，这就是关于汉语的拼音和声调。下节课呢，我想给大家讲关于汉字怎么写。谢谢大家。